来看一下左边、右边的迄个广告纸咧，来，广告纸毋啊无要安怎讲，会记了后礼拜安怎？后礼拜有几顿礼拜？几点？对，9点25进前即摆，佫有会当迄落哦，摸菜哦，嘿哦，对，摸菜要准时讲哦，后礼拜佫要翕相哦，佫爱穿哦水水，佫爱嗅香水哦，来吼，来安尼做伙来翕相感谢做伙稳定。咱同齐来感谢上帝疼痛，伫伊的祝福内面，咱三甲做伙领受伊的稳定。感谢主，赏赐予咱今仔日稳定平安的日子。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仰望上帝继续赐福引带，恳求圣灵来运行，来引带咱所有的礼拜行程。伫礼拜每一个过程当中，互咱会当甲主有更较亲密实在的连结。咱也感谢上帝咱这个少年的、这个青年，咱的兄弟姊妹，因为着教会付出真侪新的想法、新的做法，咱为着上帝所赏赐咱新的一代来感谢、来祝福，互教会建立一个尊重年长者、成全少年人的稳定。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稳定甲阮同在，阮今日。在你的面前，三甲做伙来领受上帝你的疼痛。主啊，我要爱你，我要听你，我要甲你相同行。在你祝福的日子，我来到你的面前，领受稳定甲疼痛。主，我要伫这所在来感谢你。你是主，是信实的上帝。主啊，我要讲，因你的慈爱甲怜悯，互你的百姓领受稳定甲疼痛。感谢主，赏赐一个美好的天气。感谢主，互阮会通伫主的稳定内底。天父上帝啊，我要祈祷，主啊，迄个阿爸爸的意思会当进入我的灵、我的活命。阿爸爸上帝，伫我的活命来成就一切你的旨意。主啊，愿你的名得胜，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里。主啊，我伫你的面前感谢，因为你的慈爱怜悯，伫我的心上遐尼济，遐尼水。主啊，我要讲，因你慈爱怜悯，继续赐阮伫世间的心上，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对你来行，互阮对主行，心无惊吓，拢因为你伫阮的心上。所成就一切的美好，主啊，互这个教会，互你的正义路，伫你的稳定内底领受这的美好。天父上帝，我期待一个和乐的家庭，也互我会当成做一个和乐稳定家庭的制造者。感谢主，赐平安的上帝，阮感谢你的疼痛，赏赐阮今仔日有这个稳定。身体健康，会通到上帝你的殿中来献上感恩的祭。感谢主，你照着你的稳定甲疼痛，赐福互超找你的人，满得慈爱、饱足、稳定，亲像满了樟接甲骨髓。感谢主，你的疼痛，也赐阮伫你的教会，互教会会通伫你的稳定内底成全少年人，尊重年长者。通互你的教会对着上幼年到伫上年长，拢行伫上帝你美好的旨意内底，一代一代传承摇花上帝的恒久稳定、更新的疼痛。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恳求主你的圣灵因带赐阮今仔日，互阮会通伫主的殿中。甲兄弟姊妹三交陪，伫上帝你的家内面，同心敬拜天父，阮的上帝，献上阮的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保安兄报告。
兄弟平安。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5月初3下午5点半至4点半，伫台南圣教协会即用着本会1楼的这个场地，要来举行着指挥演习营，敬向兄弟来注意这件代志。第二，5月初7就是后礼拜日，就是咱年度母亲节及儿童主日联合礼拜。敢若有一场的9点半的装拜，9点10分开始入场，9点25进行，会当抽着准时奖。敬请兄弟注意着时间来参加，当日将为每一个家庭翕全家福。欢迎各位兄弟穿个水水来参加。第三，5月24礼拜日下午2点半，伫台南圣教会要来举行着圣灵降临节的基督会。敬邀兄弟一同来参加，同心组织，为着国家来守望，请你招待到来登记。第四，6月15至17，就是拜一至拜三，要来举行圣教会全国圣徒灵修会，主题无与伦比福音，讲员是当董家华牧师，地点中华亚太鹿港度假村，费用。一详细，请自行参用到这个公布栏，请向办公室来报名。报名至5月20截止。第五，7月初2至初5就是拜4至拜礼拜，将伫教会要举行到社区儿童营。即马要招募到同工，欢迎有意愿的请参加服侍的兄弟向孟城传道来报名。敢有补充报告？无，这是要请敬拜儿乐团。这平安伫线上遐的节目也平安，咱拢准备拢爱穿戴整齐，好，预备先来到主的面前。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其中所充满的，拢其中的物件，拢总充满，拢总要澎湃，互咱的心地跳伫主的面前。阿门。阿门。那这请咱起立，伫上帝殿中，咱要做伙出歌声，互上帝救恩，借着咱要传到世界。天的万邦。
抓手，忘记你都更是给我，我只想你，你的万都拢没要相处我，哈利路亚，永恒归主，因为天地是耶和华所定的美丽，哈利路亚。上帝，我相信为你引导我的脚步，所定的日子来到你的面前。耶和华我的主，上帝啊，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我也是你尊贵的囝儿，甲尊贵的祭司。我要予你引带来承接属灵的产业。愿主保守引带每一人的脚步，主我的上帝啊！我要来学了你。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心上爱了你的名，你是我的荣光，是我的荣耀，更是我讨厌惯的主。虽然对着为你讲电话，你力量将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和你同在，我完全谢谢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心充满了你的名。你是我的主伴，是我的荣耀，更是我讨厌惯的主。虽然对着为你讲电话，你力量将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和你同在，我完全接受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是我圣灵，你是我的主。每一天每一时刻，我拢要来爱着你啊！你是我的宣告，你是我的作用，你是我的阳光。哈利路亚！在我面前，咱俩挂在你面前，对着面前。虽然对着为你讲电话，你力量将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和你同在，我完全的什么困难来，对上帝讲来，虽然对着为你讲电话，你讲电话，我力量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和你同在，我完全的信。虽然对着为你讲电话，我袂唔惊啦，哈利路亚！力量将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和你同在，我完全的信你同在，你同在，我完全的信。我感谢上帝，我可以无论呢，我可以将人必得胜有存，哈利路亚！上帝啊，你
对我遮好，你才疼我。我要将我所有的快乐、出落的快乐、上介好的，拢要来献给你。将你上好的献给主，献你所有的快乐，献你全家完全心灵，为主真正的真正。再回来，主耶稣的好朋友，勇敢坚定我有他，你的良心更鲜亮，主将相爱红的主，将你相爱献给主，献你所有的快乐，请你传统相连观众，为主渐渐的寂寥，将你相爱献给主，献你心中的波折，献出你宽恕中罪恶，免为家己心乐。上帝所领所献上呀，妹妹属我将谁哩？你表明家庭心跳主，用上好红的主，将你相爱献给主，献你所有的快乐，请你传福少年观众，为主见证了。咱坐下来祈祷，哈利路亚！坐下来祈祷，为着家己所有的处境，你较要得胜，要选择伫主面前得胜，咱爱祈祷，互受着魔鬼提去。哦，主耶稣兴起，哎呀，上帝囝兴起，受着就要退后溃散。咱爱为着安尼来持守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感谢感谢你，互我真做一个行伫迄个你上军队的列线行里。哦，你所竞选的勇士，带领的勇士，有精神的快乐的勇士，会当互上帝的囝真做一个勇士，那就是你的快乐引导我行踏伫这个得胜的军队。上帝啊，来，我要请你进入大家人的心，加添阮的生命，互阮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你继续你施行的代志，继续我们会人看见上帝施行的作为甲大能力。哈利路亚！多谢你按照你的公义甲公正来审判万国万民。我哋相信你对我也是安尼，咱要伫你面前持守所信的，加入亚欢的军队，伫教会内面常常准备家己，枪毙全会群众，万民真正的确着爱尽量。将你相爱献给主，献你所有的快乐，献你全家完全心灵，为主真正的尽量。主
地所有的困难，天地全部相连滚走，为主尽。咱甲你该做我，是我家己要献上。来，将我上好的献我，献我所有的困难，献我所有。献我所有的困难，将地全部笑脸滚走，为主真正的真中。疼惜阮的主上帝，伫人生要到落尾的日子，今仔日就是阮上新的一天。主，所以你予阮用着上水上新的性命就近你。你讲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新的恩典才咧来临。你的疼痛直到永世代无尽。你公义的判断永远长存。你是主是上帝，伫万百姓当中，用你的目睭监察所有的百姓，要赐恩予遐心存正直、照你公义所行的百姓。祝阮存落的活命就伫遮。祝你监察每一位兄弟姊妹，就是遐愿意将着家己奉献予主，为主来活。你家己所疼惜、所竞选的每一位后生查某囝，将着你的公义、慈爱、平安、稳定、疼痛，并属天的言语甲宽平，丰丰富富赏赐落来。通叫阮真清楚明白，阮是上帝你的囝儿，阮是你所疼惜的查某囝，你是阮的天父，是阮的母亲，是照顾阮的迄一位。主啊，愿将家己放伫你面前，恳求用你的油抹阮。恳求用你的声音带阮、叫阮，恳求用你永远的听保护、引带阮，用你圣洁的言语教示阮，予阮一生的年日真做主你的欢喜，予阮伫上帝你的国度内底，甲你三甲有份。感谢天父的疼痛，赦免拢总的过犯。赏赐永远的活命，并加添阮仁义的气力，互阮伫这个地面上为主来活，做主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甲用使徒圣经同心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后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
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继续来读启应文上帝的话，我启兄弟用好的时阵三甲。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伫你实果的实下，等候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上帝。上帝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着醒起来；琴瑟啊，恁着醒起来。我家己要极早醒起。主啊，我要伫万民中称谢你，伫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关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伫诸天，愿你的荣耀冠过全地。阿门。下面时间，咱请牧师正道。我用白带，我用拿别的就好。我来。咱请三甲做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心来上读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23节。大声做伙来读，请。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捌安尼讲：恁急救在乎归回安息，恁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恁敬主毋肯，恁却讲无，我要骑马奔走，所以恁必然奔走。又搁讲，恁爱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恁的也要飞快。一个人铁盒要令1000人逃走，5人铁盒恁就拢总逃走。至到村落的，亲像山顶的旗杆，江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予恁，必然兴起通怜悯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既若听候伊的，拢是有福的。百姓要伫锡安、伫耶路撒冷徛起，你无搁再开口。主要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予你，你听见的时阵要应允你。主虽然用艰难予你做饼，用困苦予你倒水。你的教师却无搁再温存，你的目睭要看见你的教师，你或者倒平，或者正，你要听见后壁有声音讲，这是正路，爱行伫其间。你克掉偶像所包的银仔，甲铸造偶像所镀的金仔，你爱玷污，爱放杀，亲像误会面。对偶像讲去吧！你将种子压伫地里，主要降雨伫顶悬，并要互地所出的牛肥水丰盛。到迄时，你的先生拢要伫宽阔的草场食草。阿免。咱搁再一摆额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伫你的圣殿中。天父恳求，除去阮所有一切，除去阮所有一切自私的心，或者是阮敬拜你，敢若想要对你得到好处的想法。
主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圣灵啊，恳求伫即时帮助我，帮助阮，互阮三甲做伙伫你的殿中，因你的话语成圣，因你的话语得到快乐，因为你的话语，阮活出上帝后生查某囝的款式。阮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OK，sorry，瑞者先找到，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谢谢。咱先来看一段影片，无足清楚，但是你大概当看会到。谢谢。这是一群狗遐，爱伫这个所在拍箍，这是死去的狗遐。爱伫咧拍箍，伊伫咧拍，搁看一摆吼，好，谢谢。你看到一群狗遐，这个狗遐这是死去的狗遐，伊就蹲伫内底。因遐其他的狗遐会杀，了一直拍箍，一直拍箍，好 ，OK， 谢谢。亲爱兄弟姊妹，这个狗遐伫当中，这是物理学家内底真出名的一个物件，这狗遐的死亡咖喱啊。那么狗遐的死亡咖喱啊，就是第一只狗遐行伫头前，但是伊可能去风还是其他的气味，甲伊用到，所以伊的荷尔蒙。结果气味走去别位，后壁迄只狗遐呢，会对着迄个荷尔蒙的气味继续走。了的时阵迄只第一只狗遐佫继续行，但是因为荷尔蒙狗遐会一只对一只，但是荷尔蒙因为飞了走去别个所在，所以一直走，走到尾时阵，伫迄个所在拍箍，拍箍一直拍箍，到啥物时阵会停止呢？甲全部的狗遐拢死了的时阵才会停止。表面上有咧行无？有足认真行，有行出迄个死亡无？无。因掠准讲阮有咧做工课，但是实际上因是干伫迄个所在拍箍，因伫迄个所在死亡。圣经伫即个所在，互咱看到，伫即个所在呢，咱看即个代志。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伊安尼讲：恁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乎平静安稳。但是你竟然唔肯。其实伊头前这段圣经，上帝是安尼甲伊讲呢？因为伫迄个时刻内底，犹太国伫遐呢，瓦靠埃及咧对抗即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迄个时阵伊一直兴起。伫主前722年的时阵，亚述帝国已经甲北国灭掉去啊。所以呢，北国灭掉呀，剩了南国犹太国。那用咱即摆话来讲，就是讲即个西利溪以北西利溪以北拢已经互亚述帝国甲伊灭掉呀。即摆亚述帝国伫台北基隆台北一直到即个婚林县迄个所在遐，拢总是亚述帝国。了后即摆就敢若剩啥？就敢若剩咱南边即边尔。都敢即个中华啦以南了后嘉义啦咱台南、屏东、高雄，敢若剩咱即一半尔。即个时阵亚述帝国非常的强盛，但是呢，有一个国家听讲介袂歹，就是日本，咱还没真好，伊嘛真疼惜咱。所以呢，即个时阵拄好敢若剩南边即边因就要想来挖靠日本，同齐来对抗。西利溪以北的这个北国，所以伫即款情景下面呢，上帝先知来甲以色列百姓讲：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安尼讲，恁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恁得来在乎平静安稳。但是恁安怎？恁唔肯。
亲爱兄弟姊妹，亲像迄个狗遐共款，其实因爱停止落来，但是因毋知影要安怎停止落来，因为逐个人拢咧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变做即款的情景。亚述帝国毁灭北国以色列，了南国超找埃及对着因的帮战。其实即个时阵，先知以赛亚来甲因讲一项代志。亲爱我兄弟姊妹，恁爱会记哩，咱的国家建立对头到落尾，都拢毋是倚靠咱家己的气力所来做成。上帝借着先知甲因讲，恁着回想过去的时阵，咱的国家对着亚伯拉罕因一直到如今，咱的国家倒一届征战，是因为咱靠着人的兵济，靠着马的力大呢？毋是啊！上帝伫旷野供应咱40年，上帝带咱经过约旦河，上帝引带咱，互咱伫伊的面前靠着扫角，靠着光即个祭司的约柜。上帝伫遐，互咱设伫整个迦南地上界大的城耶利哥城。上帝伫迄个所在，咱伊吩咐咱照伊的话行每一工伫迄个所在设城一届，到伫第7日的时阵设7届，咱全部的人大声喊话，声球就对内底倒出来。以赛亚伫甲百姓讲，上帝为咱征战，今仔日咱所爱做一项代志。是灾祸归回安息。什么是灾祸归回安息呢？迄个时代内底，大家人拢真拍拼，累积家己的钱财，累积家己的事业，累积家己的名声甲地位。但是，就是无行公义，就是无怜悯。有景徛咧外貌来礼拜堂做礼拜，但是呢，出去外口共款欺负家己的兄弟姊妹。所以上帝甲因讲，恁今仔日要得到富足，要得到平安，上界大的是啥？归回安息。归回安息，毋是卖叮当，归回安息是恁毋是无通得到帮助，上帝是恁的帮助，但是这个气力的来源是对倒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来。所以上帝甲因讲，恁得到气力，才好平静安稳，恁的心爱搁再一届倒转来。上帝安尼甲因话。但是因讲啥？因讲上帝啊，我无爱你，我无爱你，无你要安怎？亲爱兄弟姊妹，这款的情景内底，互上帝的心肝极其艰苦。咱的人生内底，定的时阵是安尼，咱期待一片光明，但是带来一部分却是黑暗。上帝的作为伫迄个所在，但咱的计谋定超越盘过上帝的期待。上帝甲咱讲，咱会当平静安稳。但是咱伫迄个所在，定伫遐讲，上帝啊，你的作为我都看无，我都毋知要安怎样啊！亲爱兄弟姊妹，咱人生行到即个路站，无论咱是伫少年，或者是伫壮年，或者是伫年老，咱会通体会到一项代志。偌年仔这时阵，确实有影，上帝互咱有能力，咱会当去计划，咱会当做这个代志。总是咱渐渐惯死倚靠家己了，咱。渐渐倚靠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赐才能，但是咱袂记得倚靠上帝所赏赐予咱，咱袂记得倚靠迄个赏赐予咱才能的上帝。这是咱上界大的损失。咱放杀迄一位，疼惜咱的上帝，倚靠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赐甲能力尔。安尼其实。那用华语来讲，吼，做舍本逐末啦，吼，食尾无顾头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以赛亚甲伊的百姓安尼讲，恁甲安全感建立伫埃及帝国的身上，但是埃及帝国并无亲像恁所想的遐尼敖，因为埃及帝国伊家己本身有缘伫迄个所在烦恼一项代志，亚述帝国。遮尔强，埃及帝国伊的心内底在咧想，亚述帝国愈来愈强，我埃及要安怎？所以因家己嘛会惊。但是呢，这个时阵啊，南国伫迄个所在，犹大国就伫迄个所在想讲安尼咱紧来来找，介无人因埃及国人嘛比咱较济。亲爱兄弟姊妹，咱爱会记哩，所有的战争内底拢毋是人济较少的问题。以色列自立国以来。上帝要伫因的心上所做一项代志，就是用少赢过济。这是上帝做代志的方法。咱也会记哩无？
上帝有一届呼唤这个呼召基甸，甲伊讲啊，基甸你去调集以色列人来，我会带恁去和非利士人征战。一个调来偌济，3万几个人。了后时阵哦，上帝甲伊讲，伤济啊，伤济。讲惊死的，就好转去啊吼！啊，若恁兜内底佫有啥物代志，你也袂做啊，拢转去。啊，结果剩12000个。结果的时阵，佫叫上帝讲，哎呀，佫是伤济。结果我带去溪沟仔边吼，溪仔边吼，伫遐啉水。啊，遐跪落去啊，啉水哦。啊了吼，安尼拍安尼单安尼啉水的，上帝讲叫遐拢转去。啊，若安尼哭落来吼，新水安尼啉的吼，安尼雨水起来啉的吼，才甲伊流落来。总共共才300岁尔。所以呢，买手用这300岁安怎，将非利士人完全打败。亲爱兄弟姊妹，真济时阵，上帝毋是应该毋是真济时阵，所有的时阵拢是安尼。上帝咧看是看甲伊共心的有几个人，毋是看偌济人走来。所以这是伫这当中啊，咱通看见的一样代志。上帝伫这当中。咱以赛亚甲百姓讲，恁的安全感建立伫地上看会到的国度埃及。但是上帝讲，恁要真正赢过亚述帝国，毋是靠恁和埃及联合起来，同齐做伙对抗亚述帝国。上帝讲，恁要避免这个伤害，上界大的一样代志是归往我。定心行公义，熬怜悯，疼惜你的厝边隔壁，用公义公平，毋通偷斤减两做生意，毋通干那贪别人的，讲吼我做这个生意，有法度该占偌济便宜，毋是爱用公平的称推，互相祝福，迄才是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这当中。咱斟酌注意看，咱甲安全感建立伫什么所在？咱甲安全感建立伫什么所在？念伊即马就5月啊，阁无偌久就有一寡学生要毕业。咱的安全感建立伫什么所在？我即马要毕业啊，我要找什么头路？阁有的时阵，咱会想，即马听讲 AI 愈来愈厉害啊，我会互裁员袂？了，咱嘛会烦恼，即马呢，听讲搁迄边遐搁咧战争啊，迄个苏联迄边战争嘛，还未战煞，即马搁有即个所在咧战争，敢共匪啊，毋知趁着迄个时间怎过来甲咱讲无？什么时阵会拍过来啊？拍过来的时阵，我要走去倒位啊？逐时阵都咧惊，所以呢，行来行去的时阵伫遐就愈来愈烦恼。了听讲最近股票对我会记得去年就3万点尔。听讲最近股票讲要冲到4万点啊。听讲金一直冲起哩。我即批也买无着。人迄买1两趁几6万，我也买无着。安尼，我即摆是搁要买无？我买起哩毋知会落落来无？这个股票毋知我即摆买无？毋知会落落来无？有无？足侪烦恼，足侪烦恼，足侪烦恼。亲爱兄弟姊妹，感谢上帝啊！我也无啥钱。亲爱兄弟姊妹，但是我嘛足有钱，你听有无？咱若要用的有够，迄就是足有钱。总是咱甲安全感建立伫什么所在？咱若是甲安全感建立伫埃及的系统内底，咱就定定烦恼。但是咱若是甲安全感放伫上帝的身上，咱的心就会平安。上帝毋是讲。上帝毋是无靠人做代志，但是咱若是将着人的气力无限放大，拄着代志第一件代志爱做的是啥物货？咱马上会去想着来找牧师，来找李长伯啊，来找着社会，来找着林准宪，无来找赖清德。若找着遮安尼就上好，最后这挖靠埃及。但是其实第一项代志上界重要是倒转来。跪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我应该安怎样做？上帝会差遣人来到你的面前，但是百姓讲这样代志，讲无啦，我有人咧安尼做诶。敢若因讲啥？无，我无爱，我要做阮家己做诶。
亲爱兄弟姊妹，咱爱真斟酌、真细致。人的计谋无法度赢过上帝作为。咱台语嘛是一句话安尼讲啊，千算万算毋达着安怎？对吗？上帝毋拿一位呢，上帝佫来位呢，所以咱着三甲做为主。你知影，上帝伫这个所在，透过以赛亚甲百姓讲，恁瓦克遐看起来吼足勇健、足强，但是因是啥？假的保障啊！这个物件叫做啥？河豚。河豚台语要安怎讲？河豚，刺菇啊，刺菇，刺菇哦，伊吼其实哦瘦个无肉，伊的肉吼就是敢若后壁即块尔，差不多1/3，一只刺菇差不多1/3的肉，但是哦伊佫有足毒的啦吼。啊，但是吼，你即世人，日本人讲吼，即世人吼，若无食到刺菇吼，无算来到世间啦，但是足毒的，非常的毒，听讲足好食，但是我毋捌食过嘿。有2种原因，一种呢是无够钱，一种呢就是惊死，惊死啊！因为吼，刺菇的毒吼，一点点啊尔吼，就窜起来，所以吼毋敢食，了来，你来看吼，这个部分吼是啥？你看伊安尼吼，遮细只，但是伊若膨起来的时阵安怎？有法度碰甲伊的3倍甲4倍大啦吼，看起来怎啦？毋过吼，这吼，伊若是拄着危险的时阵，伊就安尼碰起来。总是吼，咱台湾话讲吼做啥呢？碰风水鸡刣无吧？碰风水鸡刣无吧？伊讲啥？好，你敢知我家一只牛食落去啊？遮大只，了后这2只水鸡仔囝就讲，搁咧练笑话啊，这叫做啥？碰风水鸡刣无啊啦吼。对吼，伊安怎？规只碰甲来吸风啊吼，但是就是敢若碰刀尔，身躯安怎敢有肉？无啦，看起来足大只，但是安怎无路用。咱的人生内底瓦靠是啥物货？以赛亚咧甲因讲的，就是讲这样代志，讲咱爱瓦靠是耶和华，毋是瓦靠这个代志，毋是瓦靠这个世间的系统。咱的安全感来源到底是对倒位来？这个物件或者耶稣光，耶稣光伊的水吼是安怎？是因为云顶的日头会当衬透这个乌云照出来，所以伊就足水。云上太阳的光穿透乌云，这个叫做耶稣光。它就会非常的漂亮。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内底有乌云，但是上帝光要照你，你爱来祈祷，咱爱来祈祷，超找上帝的帮赞，毋是超找人的帮赞。跪落来祈祷，上帝就会互你去找到适当的人，毋是一直哭哭撞、哭哭走，毋是倚靠世界的系统。但是恁讲毋是啊，我要骑马紧走，所以上帝讲好，恁若要走，就互恁走一较有诶。又搁讲，我要骑迄足紧的马。咱正界的时阵，才甲各位分享过，耶和华无喜爱马的力大，无喜爱人的骹紧。所以上帝讲，恁若要照着恁安尼好，恁若要做，我就互你做一较有诶。上帝讲是，恁的确会骑真紧的精神，恁会骑战马，恁会骑遮利亚啥物真牛走，但是恁牛走安怎？恁牛走是因为安怎？人来攻击恁，恁就逃走。恁毋是走了足紧，就会得到帮赞。恁会走了足紧，到尾也变做逃走。一个人踢踢，安怎？令恁千人逃走，5个人踢踢，恁安怎？拢走了四线。地高松啦，村落的亲像山顶的旗杆，亲像江上的大旗，这拢总是或者啥足稀少的啦。咱山顶哦插旗啊，但是袂插足侪旗啊。啥物时阵哦插旗啊插上侪？今年10月、11月的时阵哦插旗啊插足侪，因为佮要选举啊。但是上帝讲啊，山顶的旗杆、江上的大旗，其实干那几旗啊尔。上帝讲。你若无倚靠我，我是恁的倚靠，是恁的保障，我对恁有美好的期待甲愿望。但是总是恁拢无要来就近我，上帝的心肝艰苦。伫迄个所在讲是，亲爱兄弟姊妹，
你会了解这样代志。咱愈无用，咱的心会愈惊，咱的心会愈惊，会愈带来恶性的循环。有人知影这个国家无？来，建议啊，这倒一个国家好，你世界通的来这个。无，安尼换这个国旗啊，我看过无？嘛毋捌对无？我嘛毋捌，我毋捌啦。但是哦，最近的时阵哦，对，史瓦济南啦哦，你看，甲你讲这国际通的，就是甲讲你毋相信。史瓦蒂尼啊，对，哎，谢谢哦。史瓦蒂尼，但是哦，你了解一个代志，咱总统啊，清德兄啊，最近啊4月22日啊，要出门去访问啊吼，去史瓦蒂尼啊吼。啊了，史瓦蒂尼称作吼，咱台湾伫非洲上界落尾一块拼图啦。啥物叫做上界落尾一块拼图呢？就是非洲咱敢若剩这个国家尔。哦，人迄规地拼图遐济吼，咱拄好敢若剩即地尔。哦，所以这是咱外交的困境。啊，非洲上落尾一块拼图，啊，即块拼图若佫无去。啊，但是啥啊？啊，咱大总统呢，伫当中对遐经过，若要去，但是落尾无法度去，因为有3个国家啦吼，这个塞西尔啦吼，佮莫里斯啦，佮马达加斯加，哦，这个国家吼，安怎无开放领空呢？领空无开放，伊的空中无开放，所以飞袂过啊，毋是死鸟飞袂过哦，是飞机飞袂过哦。所以听讲是吼，中国解用压力啦，所以无法度飞过。亲爱兄弟姊妹，所以你的烦恼毋是无原因啦。确实，咱真正有国家真济的困境。总是国家遮尔济困境的时阵，咱爱斟酌。对着大到国家，小到咱的生活困境，下一步咱要安怎样啊行？亲爱兄弟，咱要安怎样啊行？咱若是靠着咱人生家己的打拼，实在讲，咱会愈甲大空细里，但是安怎，抑阁无啥物结果。我伫山东的时阵哦，捌听到一个见证，伊伫迄个见证内底讲吼，伊安尼吼，春天的时阵，无落雨，春雨也袂来。买手的时阵哦，伊就伫个所在吼，感觉讲春雨也袂来。我也阁有溪，阁有溪水，所以也3-4分地啊，也经济也3-4分地。伊讲我一定要甲伊用落，伊真殷勤，真认真。总是过无偌，但了迄个溪仔水伊原来甲伊摕来压，爱物件原来有大，原来有布衣出个。但是差不多过1个月的时阵遐水安怎完全打去，天阁无落雨。你知影？伊对夜经济甲照顾遐去溪仔边抢水来甲伊压，迄个月所有啥，所有的殷勤辛苦拢安那，拢归零，拢总无。人就甲伊讲毋好冒遮大的险，3-4分地呢，你看爱压偌济经济，看安尼干那打遐水来压布衣出个一喙啊，还袂大丛，安怎日头晒完全死了。打去，我毋是讲咱无应该认真，咱圣经甲咱讲殷勤做工才会有春通去分予人。但是咱若是干那靠咱家己，咱无也袂信主的人讲靠天食饭啦。但是咱信上帝的人，咱知影将来咱。若是有真正知影，咱是上帝后生查某囝，咱敢毋是拄着代志，咱会倒来甲咱的爸爸妈妈讲。这就是圣经内底讲是安怎主耶稣讲，互囡仔来到我遮里来，毋通禁止因，因为伫上帝国才是安尼的人。安尼的人是啥物人？有一部分就是咱囡仔伫外口。冤家相拍是安怎样啊？受伤艰苦无助的时阵，应该一个健康的家庭内底是，这个囡仔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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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阵，
伊甲爸爸妈妈讲，伊会对爸爸妈妈安怎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保护、甲照顾，感谢呢。所以，咱是毋是真清楚明白？咱是上帝后生查某囝，毋是干那靠咱家己拍拼，毋是干那靠咱家己的努力。阮查某囝嫁出去嘛，嫁出去不止啊，过6年过1年啊。了的时阵哦，伊若转来啊，阮牧师娘吼，拢会伫遐想讲哦，冰箱内底有啥物件买哦，我就渐渐知影啥做查某囝贼嘿。但是伊毋是贼啦，你知无？但是你会安怎？你会想要互伊啊，因为你疼惜伊啊。所以咱伫上帝角度内底，你若会当，你会体会做爸爸妈妈的心的时阵，你就有法度真正体会上帝对着你的疼惜甲照顾。所以，做务国家才的问题，咱若无翻头倒转来看上帝，咱敢若倚靠世界的系统。然后咱就真容易陷入伫世界的操劳内面，咱无法度互咱家己变做重新开始的迄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了后，因签订凡尔赛条约。凡尔赛条约爱赔钱，赔足侪钱。结果呢，德国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付所要赔的金钱，所以安怎一直印银票。了后政府大量印这银票来应付债务，就是安尼印，就行伊，印就行伊。但是呢，愈来愈钱安怎通货膨胀，到尾安怎钱变做愈来愈薄，钱变做上无值钱的啦。尾就一直暴涨，民众的信心就放弃，人民无搁再相信银票甲政府。到尾手的时阵，经济愈来愈混乱。了后生产就无人爱做工，失业增加。了后政府倚靠银票，佮倒转来到第2步，有无？所以就愈来愈最后做啥？恶性循环。其实咱爱了解，德国是啥物款的国家？德国是天主教国家呢，但是因无落来停落来想，安怎甲上帝三甲同行？因伫迄个时阵，就是倚靠家己讲，阮就是家己印银票，阮家己来处理。政府所有的官员，德国伫迄个时阵，拢总是啥？大部分拢总是天主教徒，但无一个人跪落来祈祷，无一个人为着国家的前途来思考、来想，应该安怎样做。实际情形有偌严重呢？一条棒对着几箍银，变做偌济10亿。所以人去买物件的时阵用规车的银票去买日用品，但是买无啥物物件。工资一工爱领2摆，因为你若是早也无领，到下晡的时阵就搁报伊啊。古早咱的时阵讲的做啥？一日3次所以就是安尼。了后，这银票用要失去功能，恶性循环。伫这当中经济崩塌，进一步引出社会不满甲烦恼，对政府失去信任，对极端的政治安怎支持的上升。你了解，最终形成另外一款极端政治，阿道夫、希特勒甲纳粹党的兴起，所以伊毋是无原因的。这个是无信上帝的，了后长期落尾，伊做这样代志，将着600万以色列人甲伊屠杀。因送入去这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阵，是用火车甲伊杀入去，用火车杀入去，一火车一火车甲伊杀入去，关伫雅素的房间内底。甲因讲即马恁。甲全部的查甫拢甲伊塞入去一间房间内底，了甲伊讲恁真久无洗身躯啊，甲衫裤、甲啥物货拢甲伊用落来，烫甲光光了，鞋啊啦、衫裤啦、啥物全部拢剥削了，送入去了，开始放水，放水了放无偌济，了就安怎？雅素就甲伊冲落，规个人死了，600万。对啥物时阵开始？
对这个代志无倚靠上帝开始。亲爱兄弟姊妹，我毋是批评德国毋对，也是安怎？我是要甲各位讲，伫历史内底所发生的这代志，是毋是对着咱有提醒？当咱台湾面对着遮尔大的挑战，当国家面对遮尔济挑战的时阵，咱看见德国伊原本是一个倚靠上帝的国家，但是因为靠着家己的努力，因干那靠家己的人，无愿意倒转来超找上帝的时阵，咱的国家敢会有太平？维持国家太平，互国家会当复兴，互国家会当平安，上大的来源是伫倒位？咸菜是咱爱起来祈祷的时阵啊！何牧师搁再一届邀请拜三的时阵来参加祈祷会。何牧师搁再一届邀请，咸菜咱会当伫礼拜二的时阵来参加安静听候上帝。咱咸菜会当伫拜四的时阵来到社区关怀中心迄个所在参加即个社区祭坛。咱昨个所在透过咱教会兄弟姊妹上清所有志工等等，三甲做伙伫迄个所在。过去的时阵是所有的椅仔坐甲满。今年咱是搁摆即边两边的椅仔，搁后壁搁摆一寡椅仔。专程接数了甲伊算，对啊，即边对，对，两边拢总摆。了的时阵专程接数伫个所在算，差不多咱已经达到300个人咧聚会。亲爱兄弟姊妹，因为社区关怀据点会同工三甲做伙伫个所在祈祷，伫个所在起做祭坛，所以上帝互社区的人入来。咱毋是干那靠着这礼物，毋是靠着迄条棒来吸引人。上帝真正使用咱的教会。当离开的时阵，当散会的时阵真侪人甲牧师比赞。我就甲伊讲感谢上帝。伊讲牧师恁，我想讲伊要甲我讲牧师你讲了足赞的，结果毋是人伊讲啥，牧师恁教会真正有够赞。有够赞，来拍鼓一下感谢上帝，感谢所有亲爱的志工，亲爱兄弟，感谢所有你伫每一个礼拜四三甲做伙伫社区祭坛迄个所在，同齐祈祷，同齐分享，同齐关怀这个城市，同齐关怀咱这个社区。上帝通过你，要祝福这个社区。上帝通过咱的祈祷，要来祝福咱的城市。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看见这个代志。人生的过程内底，亲像一个家里有拄到真济代志，迄是因为咱若无搁再倚靠上帝来行，生活所产生的，就是失去秩序，若无就是心中的不安。唯愿咱伫遮个事上三甲做伙，总是人生内底毋是袂当解决。咱对着第3段经文，对18节一直到23节，圣经伫18节讲，耶和华上帝要听候，要施恩典互你，上帝要兴起通怜悯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既若等候伊的，拢是有福气的。什么是耶和华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什么是这公平的上帝？真侪时阵，咱会感觉讲上帝哪有公平？上帝足无公平啊！上帝是哪有建鸡仔生甲遐缘投？是安怎互我生得遮无缘投？我咪拼做伙的时阵，我就变做第2名。咱菜市仔小组有3个介缘投的查甫人。一个在缘投甲啥笑死人的，一个缘投甲啥气死人的，搁一个啥？火哥你甲我讲，我袂记啊，对啦。缘投甲气死人、甲笑死人，搁啥？甲惊死人的，对。菜市仔小组有3个做缘投的，笑死人、惊死人、气死人的，对。你会发现就是咱的世间内底，咱会感觉讲公平，只有这公平。
就是咱会看世间，咱感觉拢无公平。但是圣经有个讲，上帝是公平的呢。上帝的公平是公平伫倒？上帝咧听候要施恩互人，上帝要将恩典加添互人。上帝的公平到底是啥货？上帝的公平是伫遮。什么人听候上帝，上帝就互伊经历伊的信息甲伊的同在。所以是啥？你听候上帝有偌济，上帝赐福互你有偌济，这叫做公平。上帝的公平毋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公平，毋是该做甲平水。若拢总平水，就是拢做啥共款。但是上帝甲咱做了，拢非常的啥有特色。我的目睭较土雷，你的目睭较水；我的目睭无定顺，你的目睭有定顺。但是咱拢啥有特色。上帝的公平是我虽然目睭土雷，但是我听候上帝，我甲上帝亲近，我跪伫上帝面前祈祷，我敲找上帝的心意，上帝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我有一届的时阵一个路由器。路由器就是迄个啥，hub就是迄个无线电的迄个迄个 WiFi 啦迄路由器，迄 WiFi 迄个咧发射迄个物件，海去啊！我有参加一个社团，或者二手货拍卖场。结果的时阵我就伫个所在伫我就去我就看到一个人伊讲有一个新的路由器，买来的时阵是700几块。但是要卖200几块，伊讲因为伊已经无用到迄伊已经甲迄个，伊搁去买一个啊。了后伊甲迄个旧的退倒转去了后公司讲要寄，但是公司一直拢无寄来。所以买手的时阵，伊就讲安尼伊有一个伊就看到我伊迄个路由器就要卖700块卖200块，我就甲伊下标。结果的时阵伊来到遮的时阵伊就怎甲迄物件。我就甲伊讲我要去甲伊客，伊讲毋免你永福路永福路我知影伫倒位我拄好要去市区办代志，所以我迅速甲你退过。结果来到礼拜堂的时阵，你看到礼拜堂了后伊就甲我试电铃我就落来甲伊退，我就甲伊讲安尼好来，多谢你接续卖我。伊讲你是牧师吗？我讲嘿，我牧师。伊讲牧师安尼毋免钱，他送你。伊讲我嘛是基督徒啦。亲爱兄弟，即摆你了解我的意思无？你若听候上帝，上帝就会听候你。所以咱的活命内底有一个真大问题，侍奉的本意是啥？咱咧讲侍奉上帝，咱咧讲服侍上帝，但是上介大的侍奉，这个本意就是讲，你相信什么人，什么人就爱保护你。伫这世间内底，无有倒一个人会保护会赢过上帝。因为咱的上帝是管理万物的上帝，亲自引带咱的上帝。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主因为你哀求的声音要施恩予你，总是咱有哀求无，咱有安静落来无，咱有伫主的面前定心来思考，咱是属上帝的后生查某囝。主上帝讲是，我用艰难予你做饼，用困苦予你做水，但是你的教师无搁再温柔，你的亲目看到你的教师，上帝是咱的教师，耶稣是咱的教师。耶稣伫遭遇人生上介大的困难，伊要上十字架，伊上路尾做的代志是啥？跪伫克西马尼园祈祷上帝。伊的心意内底敢若有一种主照你的意思来行，因为伊是囝，所以伊伫迄所在祈祷的时阵，伊讲啥？阿爸爸啊！亲爱兄弟，咱伫咧画天父。甲咱伫咧讲阿爸爸，如果你的爸爸你伫你原来所生长的家庭内底，若是甲我同款，我是惊阮老爸较赢过疼阮老爸。你听我清楚哦，我对阮老爸是安怎？我较惊阮老爸，毋是较疼阮老爸。所以对上帝，我的感觉嘛是安尼，我会惊上帝，但是我无一定疼上帝。但是我若是一直定定惊上帝，安尼我就是奴才。主人甲奴才的关系，奴才就会惊。但是我即摆一直咧学习我要做囝，无爱做奴才。
同款是咧讲道，我若做奴才，我就是会足艰苦。吼，一礼拜搁要过啊！哎呦，夭寿哦，拜四啊，拜五啊！吼，工章也未出来，大纲出来了，肉也未生出来。哇，这声是安怎？吼，拜六啊！哦，了的时阵哦，有的时阵哦，我若拜六吼，足烦恼。我若拜六知啊吼，大纲也未出来，下晡也未出来，我就足烦恼吼。啊，少伟甲孟纯团队因要去印州啵吼，我伫遐吼脚甲头壳呢，大粒汗细粒汗。哦，所以就足烦恼，这就是奴才啦，你知无？奴才就会惊工课做无了，但是你若是后生查某囝呢，就袂哦，我就袂。你若是真正，恁爸爸若你若知影爸爸真正足疼你的，足爱惜你的，你的感觉是安怎？吼，转来就会讲生奶啊，对无？吼，咱教会哦，迄个啥物人啊，志斌哥甲个李君杰，因迄两个查某囡仔，吼，因若看到牧师的时阵，你敢知影？好朋友，吼，咱调调吼，我拢想讲，吼，我若佫有一个孙仔呢，毋是偌好咧，你敢知？哦，你知无？迄个是安怎样啊？因为伊对爸爸妈妈的形象是足好的。伊知影爸爸妈妈疼惜因，所以伊真安怎真有安全感。伊知影爸爸妈妈疼惜伊，伊了解伫爸爸妈妈的疼内底安怎是安全的，是欢喜的，是幸福的。所以了的时阵，即个过去的即个礼拜是迄个李俊杰哦来即个所在分享一个见证，讲哦，吼，你敢知？因的囡仔哦来咱的主日学了的时阵哦，即马。过去的时阵哦，爱嫌这囡仔做迄个情，人伊即摆毋是，人迄个囡仔哦，即摆安怎？伊讲哦，吼，即摆囡仔来主日学了的时阵哦，伊吼迄因兜咧卖糜嘛，人伊就家摕塑胶粒啊，了甲伊糜吼，甲伊落咧塑胶粒啊，佮甲伊摕箸，佮摕汤匙啊，了佮甲伊讲妈妈这样对吗？吼，因老母啊看者哦，吼，伊讲啊感动甲目屎用要练落来，吼，甲主日学所有老师甲因拍鼓啊，一个吼。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世代咧传承，咱的人生内底，因为有耶稣基督甲咱做伴。圣经讲啥？你正平，倒平，你后壁要听到有声音讲，这是正路行伫其中。暂时的咱看袂出来，但是实际的内底，上帝是咱上界大的活，就是活命内底上界大的平安。所以咱进入祭司的系统，咱就无搁再烦恼忧心。祭司就是伫上帝甲人当中做迄一位基督平行的人，将着人的困苦、罪孽、艰难带到上帝面前，将上帝平安稳定下罪带到人的当中，通过伫百姓伫上帝面前为百姓代替恳求，这就是祭司的责任。咱今仔日对囝儿提升做祭司的职分，亲像耶稣基督是囝儿，但是伊是至大至圣的大祭司。亲爱兄弟，咱会当拨时间，伫咱的厝内底有搁较侪时间来祈祷。过去咱若是祈祷3分钟，会当祈祷变5分钟；过去一天若是祈祷一天，会当变做一天祈祷2摆。或者是变做一天祈祷3摆，累积迄个听候耶和华的时间，你愈和一个人做伙，你愈和迄个人会有默契。默契台湾话要安怎讲？有人甲我教一个无？默契，无人安尼讲的啦。安那心意相通啦，默契啦吼。你就会知影讲，有的时阵你会发现一样代志啥？你目睭看一个，人就知影。要做啥物代志？比如讲吼，我伫这个所在遮，吼，我即马唱歌唱的，了的时阵吼，迄带诗歌的人吼，伊就安尼，就徛伫这个所在，了我坐伫遐，爱着呢，吼，安尼牧师就爱知影通好徛，这叫做默契嘛，对毋对？所以咱咧画面内底，咱咱上帝嘛是有即款默契啊。咱若是真正和上帝斗阵久，哦，你的默契会足好哦。上帝会甲你讲话。上帝咧听候要甲你讲话，但是咱拢安那走来走去，走了伤凶啊！这也未做，迄也未用，迄也未处理啊！哦，那走来走去，走安怎？伤过无用，听袂到上帝的声。你即马吼足认真听，就是拢听到牧师的声。
但是咱斟酌，你即马该安静落，你一定会听到别种声。冷气的声嘛，对无？车声嘛，对无？机车一过着，你就会听到别款的声。但是安怎爱斟酌听？上帝的声音嘛是安尼。是安怎咱爱上帝是安怎甲咱讲咧？斟酌听呢？我感谢主，我感谢各位。你真斟酌听牧师咧讲啥，对无？你因为你有斟酌，所以其他的声音就袂入来。因为你尊重牧师，尊重讲员。但是咱若是咱对着一个人尊重的时候，咱就会斟酌听。上帝比牧师安怎更较尊贵，并且以啥至圣至权的主上帝。安尼咱敢毋是更较安怎？甲所有的代志拢摆开，专心来听上帝的话，你一定听得到。因为圣经讲啥？耶和华要听候施恩予你，主要因为你哀求的声音施恩予你。了后，上帝伫迄个所在20、20甲20、30讲啥？你将刻掉的偶像所包的银仔，甲制作偶像所镀的金仔，你拢甲伊弹掉，对偶像讲去吧。了，你将荆棘也伫地里，主上帝安怎降雨伫其中，并且互地所出的牛、肥水丰盛，到迄个时阵，你的牲畜拢会伫宽阔的草场食草。亲爱兄弟，你做的工安怎会有收成，并且是安怎野种布衣生草牛来食，迄是啥？一步一步愈来愈丰盛。上帝要赐恩予你。这个人林玉辉牧师，礼拜四的时阵，阮去因教会做礼拜。牧者的祈祷会，阮去伫迄个所在。我家己本身伫咱安乐圣教会，有几位兄弟姊妹，我家祈祷，因的病有好，因的困难有经过，我就感觉足安慰的。但是我咧了甲伊算有记伫的时阵甲伊算看，遮大概有几人经过牧师为祈祷祝福的人，遮病得医治。得到应允的人那我咧算可能无到100个。但是这个林玉辉牧师伊讲伊安尼4个伊知影就是亲像这个，伊第4个起这段了，伊伫当中为人病痛祈祷，伊伫新营是较庄脚的所在，了伊定定去庄头庄尾共传福音。了迄庄头庄尾的时阵因遐爸母拢甲伊讲伊伫迄个所在遮爱着甲伊开讲，开讲了后时就甲伊问讲爸你好无？伊就讲遮身体安怎样？遮安怎样？遮安怎样？讲祈祷一大讲的就一大堆了后伊就甲伊讲迄个林岳辉牧师就甲伊讲无我为你祈祷。伊讲阿姆爸就甲伊讲祈祷，我是无要信耶稣呢。伊讲。有信无信无要紧，总是我为你的身体艰苦我甲你祈祷，安尼好毋好？阿姆讲无信无要紧无要紧，就甲伊祈祷。你知影？照着安尼的统计伊讲尾仔的时阵有的时阵迄人破病就好去，祈祷好去，就摕啥物物件来礼拜堂送牧师，但是无来做礼拜。但是人也要来感谢牧师，总个牧师安尼算的对头到尾安尼算起来，伊讲有600几个人。我想讲我这只细卡到遮来无到100个人安尼，600几个人，我转来的时阵我就安尼搁较认真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看到信仰的典范，咱会伫当中起来。为着百姓祈祷，勇敢为人祈祷，起来守望咱的城市，守望咱的国家，咱得到救，
是出自万军的耶和华上帝。犹大选择挖去埃及，结果换来见效。但是上帝有缘，甲伊讲：我要施恩予恁，恁着回头倒转来看我。咱人落伫危机当中，上自然的反应就是要敲碎看会到的挖去。总是上帝所喜爱的是咱回头倒转来追求上帝，亲像后生查某囝阿弟爸爸妈妈的胸坎真正。真正的拯救，毋是外口的势力，是咱的内心若有归向上帝，咱一定会得到拯救。你会听到对上帝对你讲，伊会指明道路，伊会甲你讲，这是正路，爱行伫其中。咱三角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恳求帮助阮，互阮搁再一届确认，互阮学习学晓做上帝你的后生查某囝，通叫阮的活命伫你的内底得到真正的平静安稳。毋是阮做啥物货来换你的欢喜，乃是主互阮真真正正大声学晓做后生查某囝，知影上帝你照顾阮，知影上帝你为阮负责，知影上帝你咧陪伴阮，知影上帝你疼惜阮，甲阮惜命命。主啊，互阮对着即款的心情内底来看待阮甲你的关系，你对阮的疼惜。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毋知来介绍新朋友来，有新来兄这里吼，来欢迎这里。潘曼璇，来欢迎孟璇姐，感谢主，谢谢。真欢喜孟璇姐来到曼璇姐来到咱当中吼，上帝亲自赐福，等下咱会当有机会吼，和曼璇姐佫有一寡分享甲交陪，感谢主恩典。有其他的兄弟姊妹无？好，是无？咱这是三个做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每一届就是伫主的面前，亲像诗歌所讲的，主啊，将阮上好的来献予你，用一生甲你三甲同行，为你来活出你的美好。三甲起立，同齐来吟唱诗歌，同心来奉献。将你上好的献予主，献你所有的快乐，献你纯洁完整心灵，为主征战着真中，主耶稣落坚定无摇头，你着忠心敬虔听主，将上好奉献予主，将你上好的献予主，献你所有的快乐。情地全乎小灵群众，为主征战着真中，将你上好的献予主，献你心中的宝座，予主伫凡事中做。为家己心乐，上帝所听都生成行，要白事好正世人，用着敬甲真心听主，将上好奉献予主。将你上好的献予
所有的困难，请伫全副属灵军中，为主征战着真着。全能的上帝要纪念你每一分所奉献的真心，并要照着你的诚实，以及你手中的殷勤，亲自赐福报答予你。耶和华听候要赐恩予你，要赐恩予你甲你的家庭。愿意照着伊家己丰盛的恩典，并伊永远的信息甲疼痛，予你身体健康，予你灵性活泼，予你愈认捌伊、经历伊，甲伊三甲同徛起，叫你伫一生的年日内底满得伊的福气、平安甲祝福。愿上赞阿乐归予咱的父上帝，愿荣光归伫圣子耶稣，愿感恩归伫圣神上帝。愿你得蒙三位一体上帝看顾、引带、保护甲祝福，对即世直到永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